大家好，我是文轩，大家会当看到我今仔日足落魄的，因为今仔日透风落雨，结果咧拿到着这边搁带我来出外景。歹势啦，我嘛跟你共款出外景呢，我嘛是透风落雨来呢。对啦，而且阮搁较淡高高的，今仔日就来到一间柑仔店，大家会当先对外口开始看。你看像这，较早细汉的时阵是毋是拢会有这？系啊，拢会吐看，敢有着奖无？啊，内底就会有真济趣味的佚佗物啊，感觉等下当买食，当去试看卖。安尼咱即马就赶紧来内底看卖。即马阮入来到内底啊，会当来看遮有啥物物件。这拢是细汉的时阵会食的物件呢。我细汉的时阵就介意食这个。迄是台语电影的迄个主角叫王国六国啦。你看遮有加砖呢，买这来甲滚一边迄件啦。好啊。有鸟鼠呢，我要放伫滚一边的拖内底。安尼我要买这，非伫今仔日公司出钱的。你唔通安尼好哦，伊嘛是我的辛苦呢。这敢是大猪公？就是迄个用鱼仔肉拍做安尼一片一片安尼嘛。我感觉佫会当继续买。好啊，咱若袂破产，你就搁你买无要紧啦。无精神安尼，再佫看卖，敢佫买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同大家滚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轩。最近世界杯卡球赛开始咧踢了嘛吼。对啊，足刺激嘞。你敢有对一堆赢？我前一天我甲你讲，我感觉我是甲今年的运气全部拢用了了。你钓偌济？钓出谁？无钓足济啦。你搁敢讲偌济？但是毋过我缀迄比数拢钓。我感觉这拢无重要，重点是你赢偌济钱。其实我敢若赢700外块尔。你700外块是毋是拢摕来买今仔日的四修啊？无啦，爱多谢公司赞助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有当时咱看迄世界杯卡球赛是咧对局的时阵啊，咱拢一定爱食一寡四修啊，所以咱今仔就甲细汉时阵有食过一寡四修啊来介绍观众朋友。所以吼，咱第一个要来讲的，咱讲到世界杯卡球赛。对啦，一定要讲到这啦，就是这啦，这个巧克力球，我细汉的时阵就介意食这个，所以我今晚敢会当食。好，而且伊的造型啊，都是亲像卡球共款，所以细汉的时阵我拢讲这是巧克力球。毋过后来啊，我去网络顶查的时阵，才知影讲原来叫做哈哈球。哈哈球，为什么伊会叫哈哈球？啊是食到这就会感觉啊，足欢喜的，哈哈。你伫遐我袂讲，我跟你讲，你甲这，你拍几支相片？哇，我有闻到巧克力的味啊！香味呢？足香的呢。我跟你讲，这我听会开，我只好暴力加泡开。无要紧啊，回去等一下。真正足香，伊片起来就是一个足怀念的味。而且我甲你讲，我细汉咧食的时阵啊，我阁会先甲伊外口的一层皮，我阁会先甲迄皮食掉，然后再食内底的巧克力豆。有皮。你爱先安留仔客，毋过我阁要甲你讲一个冷知识，就是这间公司啊，伊除了有这七巧克力、哈哈球以外，伊阁有出包括讲伫 Seven 咱买得到的大波露，而且阁有迄七乳加，嘛是这间公司。七乳加是伊。虽然讲阮这是无业配啦，阮无咧业配，我跟你讲。真正就感谢这间公司，互我足赞的当然的记忆。另外一个要介绍吼，就是我细汉的时阵上介意的食物件。这吼伊的名是写红鱼片呐。也毋过伊有一个名叫做啥？大猪公。我跟你讲吼，迄个时阵吼，就是安尼，伊拢会甲用安尼，一包内底大概有10几片，一包5块。来。嘛，细汉是安尼算对。你看安尼薄啊一片，安尼薄啊一片，其实吼，这个物件有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。其实我看了故事，感觉还好啦。要毋过迄个，然后第七本伊咧写这个卡本的时候，伊感觉足感动的，所以一定甲我讲，啊是这卡本你写的。是我写。这个创办人吼，伊是大田海洋食品公司的创办人，伊叫做田王章伯啊，伊欢乐囡仔吼，食鱼仔的时阵，有足侪刺嘛。有当时啊，囡仔人咧食物件，伊拢无咧注意，一粒啊，拢啊吞落去，所以吼，伊就惊迄伊迄囡仔会去互迄鱼刺见着，所以吼，伊就甲迄鱼浆做成这安尼一片。听讲伊一开始咧出的时阵是无加色素的。毋过后来咧，伊就是讲有加色素的啊，销量袂甲较好啦。所以后来伊就开始拢出有色素的。所以我今麦搁要来食这啊，这叫做金柑。讲到这金柑啊，除了会当讲金柑以外，伊阁有真侪其他的讲法，包括讲糖柑啊、糖柑啊粒、柑仔糖，对。写过年期间吼，过年糖啊盒内底，拢有一款糖。食甜好富贵啊！另外一项吼，我足介意食，伊叫做比亚糖。BB 糖。会当抠丝啊。
哦，笨兽家的声音。另外一个，对吼，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唔捌看过，但你捌看过？其实伫较早台湾有一出电影叫做《王国六国游台湾》，普通时啊，王国六国会互人用来讲做是不得不起的人。后来啊，伊就变做是咧形容两个人啊，那亲像是活贴的遮尔好。活贴的哦，不免有当时为着要食物件吼，嘛是爱来厮杀一个人。伊内底吼，佫有一个迄种会当佚佗的。嘿，互你抽的。嘿，爱遮就写讲吼，抽到王国两个，抽到六个一个。对。所以吼，咱即马就来抽看卖吼。真济，是安怎这全部拢是王国啊？伊是毋是甲六个无好？甲六个有冤仇啊？这拢无要紧，来，你来抽一个。好，你就甲拍开。你迄敢若是六个呢？嘿，啊你咧？我嘛是六个。六个。你看的敢若猪肉诶？真的，你拢肉干有无？毋过感觉就像一撮迄种乌鱼子呢，食起来3款。谢谢。你无介意吼？做歹食呢？毋过你闻伊的味，就是有一种番薯的味。我介意拢互你啊！多谢，多谢。因为我介意。所以咱较早讲是迄种卡球的巧克力有啊。细汉时吼，对这无记忆的人吼，你唔通讲你捌细汉过。你这是讲咱开我袂记啊吼。就是直接用喙去甲夹开。是吗？嗯。你细汉是安尼？对，就是你甲夹一个空。我拢会安尼啊！即摆吼大汉了吼，来咧食这细汉物件，你有淡薄仔无共的，一寡感觉。还有一条巧克力的起膏，其实伊的吼叫做巧克力风味酱，无一定是讲爱起来安尼食啊。哦，伊会当到小胖是毋是？啊无就是讲吼，你当起来混一寡饼。哦，阮这大地公。唔通，迄味怪怪吼。伊看一拄开有无？伊就走出来。来你啊，来我对互你食吼。我也很感觉你搞的东西可能够真济。咁好食？就恐怖的味呢。我们家己嘛来食看卖吼。嗯。观众朋友，这唔是巧克力。观众朋友，你会当去看吼，细汉时咱到底拢是食啥物件？可能是吼，咱大汉了，咱的细汉的一种灵魂吼，嘛无去啊啦。啊，煞来甲大家讲吼，一定好食的物件。来，你食。唔知影是4个还是5个？黏 T T。对。嘿啊，来啊！所以你看，大家看吼，这好食的所在就是讲吼，伊是软糖啊。啊，你等下敢要食这酷辣口味的？滋味安怎？敢若爆竹咖。细汉的快乐，你伫倒位？有啦，伫遮啦，伫遮啦，有酷辣，搁有葡萄。来，你帮我倒。安怎？你感觉滋味安怎？你的当然敢有转来？有，当然。滋味较好食的。安尼一包啦，25块。所以咱今仔你看吼，你看呢？你上介意倒一项？我上介意当然嘛是这七巧克力球。是哦。哈哈球。我到即摆上介意嘛是这大地公。啊，你敢要问迄巧克力酱哈？唔系，迄个可以蛋糕。人家可以啦。蛋糕。较大咱食安尼，我上大的感受就是讲吼，细汉爱食的物件，到即摆大汉无一定爱食。毋过讲实在话，我较早的时阵就介意食这呢。毋过头拄仔食的时阵，就是有感觉，即摆无遮尔介意。我毋知影是因为滋味有改变，还是安怎？应该是你变啦。改变的人是我。有可能吼，伊会改良伊的口味，要毋过讲人变的几率较大。后回继续讲继续收看，第一集等哦，拜拜。